迎入嚟齋聽唔使睇，喺呢度有嘢聽冇嘢睇，喺呢度有汗出冇糧出，喺呢度我哋善用 YouTube 嘅獨裁政策，實行人人喪出片，塞滿伺服器。喺開始講呢個足球陰謀論之前，首先要好似着迷你裙咁樣，要打底先。等我哋回顧一下國際足協過去輝煌嘅腐敗歷史。唔係嘅話，你可能會唔信，會覺得邊度得嚟咁多陰謀啊。Anyway， FIFA 國際足協作為全球最受歡迎運動足球嘅最高管理機構，本應代表公平、團結同榮譽。但事實上 FIFA 確實有長年黑箱作業同腐敗歷史。呢種腐敗唔係個別事件，而係系統性根深蒂固嘅組織文化問題。2015年美國司法部 DOJ 大規模起訴，徹底揭開咗呢個潘多拉盒子，暴露咗超過24年涉及超過 1.5 億美元賄賂嘅 racketing 勒索、wire fraud 電信欺詐同 money laundering 洗黑錢陰謀，主要針對 hosting rights 世界盃主辦權，尤其係2018年俄羅斯同2022年嘅卡塔爾 broadcasting rights 轉播權同 marketing deals 市場推廣合約。多名高層包括 vice presidents 被捕或 banned 禁足，參與所有足球相關事務，徹底暴露咗所謂 FIFA way 呢種扭曲文化，即係賄賂 favoritism 裙帶關係同嚴重缺乏透明度。FIFA 成立於1904年，最初係一個相對單純嘅國際體育組織，但隨住世界盃商業化，尤其1970年代之後，金錢洪流湧入，腐敗機會亦隨之增加。早年已有零星指控，例如1980年代至1990年代涉及 ISL International Sport and Leisure 營銷公司破產事件，當中涉及向 FIFA 高層支付不當款項。真正系統性問題浮現於 Sepp Blatter 白禮達執政時代，即係1998年至2015年。白禮達嘅前任 Joel Havelange 以奠定商業化基礎，但白禮達將之推向極致。FIFA 由非牟利組織轉變成巨型金錢機器，每屆世界盃週期收入達數十億美元。呢個過程缺乏有效監督。FIFA 總部喺瑞士，享有外交豁免式嘅保護，內部決策高度集中喺 Executive Committee， 投票同合約往往黑箱作業。美國人 Chuck Blazer， 佢係前 CONCACAF 秘書長 ，CONCACAF 即係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球協會，佢同時亦係 FIFA 執委成員。佢外表古怪，養鸚鵡，喺 Trump Tower 有貓公寓，但實際上係 Mr. 10%， 係從交易中抽佣金致富嘅衰人。佢因為衰人，所以後來都好快變節，變成 FBI 嘅污點證人。Blazer 承認自己參與腐敗，同時提供證據揭發其他人，成為2015年大案嘅轉捩點。關於 FIFA 嘅其他早期醜聞仲包括2002年韓日世界盃球證爭議，南韓晉級半決賽嘅奇蹟被指係球證偏幫。2010年南非世界盃主辦權涉及1000萬美元賄賂，部分資金竟來自 FIFA 本身撥款。2011年 FIFA 主席選舉中， Mohammed bin Hammam 同 Jack Warner 被指用金錢買票。呢啲事件顯示腐敗已滲透到主辦權、球證、贊助同選舉等等各個層面。2015年5月27日，美國司法部喺紐約布魯克林聯邦法院公布47項起訴書，控告14名被告，包括9名 FIFA 官員同5名營銷高管，罪名包括勒索、電信欺詐同洗黑錢。起訴書長達161頁，詳細描述由1991年開始
長達24年嘅系統性腐敗。當日，瑞士警方喺蘇黎世 Belle Alslach 酒店突擊逮捕多名高層。當時佢哋正準備出席 FIFA 大會，被捕者包括來自開曼群島嘅 Jeffrey Webb， 時為 CONCACAF 主席、FIFA 副主席；烏拉圭人 Eugenio Figueiredo， 時為 FIFA 副主席；特立尼達人 Jack Warner， 前 CONCACAF 主席。另外仲有 Eduardo Lee、Julio Rocha、Costas Takas、Rafa Esquivel、Jose Maria Marin、Nicolas Leos 等等 FIFA 管理層人員。之後喺12月又有第二波起訴，涉及另外16名官員，總涉案金額超過 1.5 億美元。因為未能計入所有離岸交易，所以實際金額應該遠超此數。佢哋嘅腐敗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項目：第一， Marketing Rights 賄賂，官員將 Copa America、Copa Libertadores 等賽事轉播權同營銷權以低價批俾特定公司，換取巨額回佣，涉及 Traffic Sports、Full Play 等南美公司。第二， Hosting Rights 2010年南非世界盃、2018年俄羅斯、2022年卡塔爾主辦權，投票被指涉及買票。第三，洗錢同隱瞞，款項透過離岸公司、美國銀行、家族成員轉移，隱藏真正受益人。Chuck Blazer 係核心證人，佢早於2011年已經同 FBI 合作，提供錄音同文件。佢承認自己從中獲利超過2000萬美元。但透過同警方合作而換取減刑，最終多名被告認罪，包括營銷高管 Alejandro Berzacco、Josie Hawler 等人，部分人被判監及罰款。FIFA 本身亦被迫支付巨額和解金，部分用於受害者補償。時間翻到去2010年12月2日。投票當日，俄羅斯擊敗英格蘭，獲得2018年世界盃主辦權；卡塔爾擊敗美國，獲得2022年世界盃主辦權。當時22名執委中，竟然有多達16人涉嫌收受賄賂。俄羅斯被指透過玩能源公司同自身嘅政治影響力嚟操作，卡塔爾就利用雄厚財力同石油國關係網。雖然 FIFA 嘅內部調查表明事件不涉及腐敗，但美國司法部後續嘅調查明確指出，俄羅斯同卡塔爾代表都有向 FIFA 官員行賄。Anyway， 呢兩個決定至今仍然備受爭議。卡塔爾嘅極端天氣根本唔適合舉行比賽，俄羅斯亦涉及嚴重嘅地緣政治問題。關於轉播權同 marketing deals，南美同中美洲嘅足協官員特別活躍，將本土賽事權利以低價賣出，收取數百萬美元回佣。呢啲交易往往用顧問費嚟包裝，資金流向瑞士、加勒比海離岸戶口，過程中利用到美國銀行系統，因而惹火上身，導致美國司法部有司法管轄權。所謂 FIFA Way 係指賄賂、裙帶關係同缺乏透明度呢啲情況。 FIFA Way 係內部人士對呢種文化的戲稱，具體嚟講就係一切都靠關係、金錢同互惠。執委會成員享有豪華旅行、禮物同發展基金嘅自主權，過程中幾乎零監管。喺白禮達時代， FIFA 收入暴增，2007年至2010年盈利係 6.31 億美元，高層生活奢華，但基層發展資金就去向不明，內部裙帶關係嚴重，親信獲得重要職位，反對者被邊緣化，甚至被禁止參與足球相關活動，缺乏透明度，合約細節不公開，財務審計受控， Ethics Committee 形同虛設。正如美國司法部所指出，呢種文化令腐敗代代相傳，兩代官員同流合污，腐敗直接損害足球嘅公信力，球迷對比賽公平性失去信心，即使無直接 match fixing， 亦影響主辦權同規則。發展中國家資源被挪用，本應用於基層嘅資金落入高層口袋。世界盃被地緣影響，
成為政治表演嘅舞台。腐敗亦帶來商業損失，雖然收入有提高，但真正落入 FIFA 嘅資金未必有大幅增加，加上聲譽受損，令部分贊助商卻步。正面啲講，2015年嘅醜聞迫使 FIFA 洗心革面進行改革。Gianni Infantino 喺2016年上任之後，引入更多獨立監管、財務透明、執委會改革，但批評者認為核心嘅黑箱文化其實並未根除 ，VAR 等工具仍可能被利用，舊勢力仍然有影響。最終，白禮達同柏天尼被 FIFA 道德委員會禁止從事足球事務8年，之後減至6年。多名官員被判刑或禁足。FIFA 向受害者包括 CONCACAF、CONMEBOL 歸還數億美元，但問題依然存在。FIFA 作為壟斷組織，缺乏市場競爭壓力，改革難度極高。瑞士法律同國際體育仲裁機制亦提供咗保護傘。FIFA 長年黑箱作業同腐敗嘅歷史，唔單止係幾個壞人嘅問題，而係制度設計同文化嘅必然結果。FIFA Way 將足球由純粹運動變成金錢遊戲，犧牲咗億萬球迷嘅信任同運動精神。好，長篇大論講完 FIFA 啲衰嘢，開始進入正題。VAR 加上球例修改，點樣令操控賽果變得比以前更容易、更有效率？經歷檢控之後，表面上洗心革面， FIFA 係唔係正通過呢種更隱秘嘅方式嚟搞更隱秘嘅腐敗呢？喺足球比賽入面，入球係最激動人心嘅時刻，但而家入球之前一啲細微動作往往決定咗勝負。手球規則就係其中一個最容易引起爭議嘅地方。以前手球主要靠球證肉眼判斷球員有冇故意用手接觸個波。呢個主觀空間好大，但同時亦令比賽流暢好多，容許球證因時制宜進行符合當前情景嘅判決。後來規則越改越嚴，特別係2019年之後，國際足球協會理事會大幅修改手球定義，引入令身體不自然擴大呢個概念。即使球員冇故意伸出手，只要手臂位置令身體佔據更多空間，就可能被吹犯規。呢個改變本意係想令判罰更清晰，但實際上配合視頻助理裁判 VAR 之後，就製造咗更多灰色地帶同操控空間。想象一下，一場世界盃淘汰賽，雙方比分咬住禁區內一次混戰，個波突然彈到防守球員手臂，以前球證可能會睇埋球速、距離同球員反應，覺得係意外就唔吹。現在 VAR 團隊會即時用多角度慢鏡重播，逐格停頓，分析手臂同身體嘅角度。原本高速比賽入面嘅一剎那動作，喺慢鏡之下變得明顯咗好多。呢個過程就係技術上最容易被利用嘅地方。等我哋先講手球規則點樣一步步演變。早期足球規則手球定義比較簡單，主要係故意用手或手臂觸球，球員可以用手臂保護自己，維持平衡或者自然擺動，只要唔係刻意去攔截皮球，就唔算犯規。喺呢啲年代，球證主要靠經驗同即時判斷。球迷雖然有時投訴，但整體比賽流暢，爭議其實仲冇而家咁頻繁。踏入現代足球，金錢同商業利益越來越大，國際足協希望規則可以達到所謂嘅公平同一致。2019年係轉捩點 ，IFAB 明確列出幾種情況，即使唔係故意，都會被視為手球犯規。例如皮球碰手之後直接入網，球員用手控制皮球之後再射門或製造機會。影響最大嘅係令身體不自然擴大呢條。所謂不自然擴大，就係手臂位置唔係身體自然動作嘅結果。例如手臂張開、舉高或者伸出去阻擋空間。規則仲強調球員放手臂喺嗰個位置
就要承擔被皮球打中嘅風險。呢個改動表面上好似更加嚴謹，但實際操作難度極高，因為足球係高速運動，球員喺拼搶入面，手臂點可能完全貼緊身體呢？跳起爭頭球嘅時候，手臂自然擺動嘅時候，或者落鏟倒地時，手臂位置瞬息萬變，邊個位置算係自然呢？邊個算不自然呢？呢個就全靠主觀解釋。以前球證喺場上幾秒內決定咗，而家 VAR 可以用慢鏡逐格睇，感覺就完全唔同。VAR 係2018年世界盃正式引入嘅高科技工具，本意係幫球證糾正明顯錯誤。VAR 團隊喺視頻操作室 Video Operation Room 坐鎮，有多達40幾部攝影機，包括超慢鏡同多角度鏡頭。佢哋可以即時檢查入球、12碼、紅牌同嚴重錯誤。對於手球， VAR 會自動檢查潛在犯規，然後建議主裁判睇現場重播 On-field review， 或者直接建議改判。技術流程係咁嘅，球證先做決定， VAR 檢查，如果發現明顯錯誤就會介入。慢鏡主要用嚟確定接觸點，球有冇打中手臂，打中邊度。正常速度就用嚟判斷動作激烈程度或者有冇故意。但喺實際操作入面，好多時慢鏡會誇大手臂動作，令一啲原本自然嘅反應睇落去好似刻意阻擋。心理學研究都顯示，慢鏡會令球證更容易覺得動作故意或者嚴重，因為人腦喺慢動作入面會自動加入更多關於意圖嘅解讀，呢個就係放大效應最危險嘅地方。咁喺技術上可以點樣操縱呢？首先，規則本身有大量灰色地帶，不自然擴大呢個定義，冇精準毫米、標準或者角度門檻，全靠 VAR 團隊同主裁判共同判斷。同一種手臂位置喺唔同比賽、唔同球證，甚至同場比賽唔同階段，可能都有唔同結果。第二，選擇性審核 VAR 唔係每一個可能手球都 check， 只係 check 佢哋認為需要嘅 incident， 邊啲 incident 被拉去 review， 邊啲唔 review， 存在主觀空間。假設如果背後有外部壓力或者特定意圖，就可以選擇性放大一方嘅手球，忽略另一方。第三，慢鏡同停格嘅磨力，高速入面，球員手臂可能只係0點幾秒接觸，肉眼幾乎睇唔到。慢鏡同逐格重播可以將呢個瞬間拉長幾十倍，令最輕微嘅觸碰都變得明顯。有研究指出，慢鏡會改變球證嘅感知，令佢哋更容易吹罰。原本波打手變成手打波，感覺完全唔同。第四，通訊同記錄不透明。VAR 室同球證嘅對話只有部分會公開，球迷同球隊好難即時知道佢哋討論咗啲乜。事後即使有爭議，都可以話按規則解釋。呢個黑箱特性就俾咗佢哋大量操控空間。第五，禁區內手球嘅特殊性。禁區內手球直接12碼，相等於大約80%嘅入球機會，可以直接改變比賽結果。喺關鍵比賽，例如世界盃小組賽最後一輪或者淘汰賽，一球12碼可以決定出線或者回家。於是手球判罰成為最有效嘅所謂微調工具。舉個例子，比賽入面經常見到類似情況，一隊熱門球隊落後，攻勢猛烈，禁區內一次傳中，防守球員手臂輕微張開，球彈到手， VAR 用慢鏡停格，手臂同身體角度被放大分析，最終吹12碼。反過嚟，如果係另一隊，可能同樣情況就唔 review， 或者判自然位置。呢種不一致性，球迷睇得出，但難以證明。再講深層技術問題， VAR 依賴多機位，但唔同角度會有時差。個波同手臂接觸嘅瞬間，從一個角度睇好似係手臂喐動，但從另一個角度又好似係波打手。VAR 團隊選擇邊幾個角度重播，就已經係一個主觀決定，操縱空間。更重要嘅係人為因素。VAR 團隊
由 FIFA 委派，球證亦係由 FIFA 選拔。雖然表面獨立，但任命過程、以往表現、職業球證、自身嘅前途考慮，甚至地緣政治因素都可能影響判斷傾向。喺巨大利益面前，一啲邊緣判決就可以保送有故事性、有收視價值嘅球隊繼續前進，維持賽事嘅熱度。呢個系統仲會產生連鎖效應，球員知道規則嚴，就會喺禁區內更加保守，避免任何手臂動作。結果係防守更加被動，進攻更容易製造12碼。比賽原本應該係技術、速度同智慧嘅對抗，而家變成等待對方犯規，或者等 VAR 救贖，流暢度下降，中斷增加，球迷情緒被反覆拉扯，無謂嘅等待。當然，支持 VAR 嘅人會話呢個系統減少咗明顯錯誤，令比賽更公平。以前肉眼漏判咗好多，而家至少有慢鏡作證。但問題係，當規則本身充滿模糊空間，科技唔單止冇解決到問題，反而將問題放大咗。原本屬於足球魅力一部分嘅人為誤差，而家變成可以被精準操控嘅工具。另外，手球規則同 VAR 完美結合之後，足球比賽嘅娛樂性其實亦受到損害。球迷想睇到嘅係開放性進攻、精彩嘅個人技術同運動戰嘅入球，而唔係一次又一次停頓，等 VAR 團隊喺房間入面討論幾分鐘，然後改判，對比賽結果進入決定性嘅干預。最終呢種所謂嘅精準背後帶嚟嘅其實係更多嘅不確定同不信任。如果繼續沿住呢個方向發展，規則只會越改越複雜， VAR 權力亦會越嚟越大，但比賽嘅本質，即係90分鐘嘅流暢、對抗同情感釋放就會慢慢流失。科技本應服務比賽，而唔係主導甚至扭曲比賽。手球規則同VAR嘅演變，正正係一個最好例子，顯示出於好心做出嚟嘅改變。如果冇完善監督同清晰邊界，就會俾有心人製造操縱空間，最終損害足球本身。呢個現象唔單止影響一場比賽，更影響整個足球生態。年輕球員從小就要適應呢套嚴格又模糊嘅規則，訓練時可能更注重避免手球，而非發展真正嘅足球技術。教練戰術亦會圍繞點樣誘導對方犯手球，或者避免被 VAR 針對。長遠嚟講，足球可能會失去原本嘅野性同創造力，變成一場計算精準但缺乏靈魂嘅沉悶遊戲。要真正改善，規則需要回歸簡單清晰，例如重新強調故意元素，俾球證更多即時判斷嘅空間，限制慢鏡只能夠用喺極端情況， VAR 只可以係輔助角色，而唔係主導者。同時必須增加透明度，所有 VAR 對話必須即時公開，或者用 AI 提供客觀數據作為參考，而非完全靠人為解釋。手球規則演變同 VAR 放大效應，表面係技術進步，實際上暴露咗現代足球管理嘅矛盾。當規則同工具可以被選擇性使用，足球就唔再純粹係球場上嘅比拼，而係背後解釋權同利益嘅角力。呢個問題如果唔認真面對同解決，球迷嘅熱情同信任遲早會被消耗殆盡。足球唔單止係體育競技活動，更加係全球最大規模嘅娛樂產業之一。佢嘅核心價值就係能夠製造情感高潮、視覺震撼同難忘時刻。球迷唔係單純想睇到邊隊贏波，而係想投入情感，感受到刺激同興奮。呢啲就係所謂嘅熱度。觀眾人數、收視率、社交媒體、討論度同整體參與感，可以直接轉化成巨額金錢同巨大影響力。國際足協作為世界盃嘅管理者，好清楚呢一點，所以熱度就成為佢哋所有決策背後最重要嘅指引同依歸。先講最直接嘅金錢部分，世界盃每4年一次，就好似一場全球狂歡節。根據可靠統計，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整個週期，FIFA 總收入高達75億美元。呢個數字係乜嘢概念？
相當於一個中型國家一年嘅國民生產總值。其中最大嘅收入來源就係電視轉播權。全球各大電視台、串流平台為咗直播權，願意付出天文數字。單單係決賽一場比賽，如果有高人氣球隊同強烈故事性，觀眾人數可以爆發式上升，直接推高廣告費同轉播費。例如2022年決賽，阿根廷對法國，美斯、Messi 追逐世界盃冠軍嘅劇情，吸引全球平均1億5千萬人同時收睇直播，累計觸及觀眾人數更高達15億。呢個數字遠遠超過美國超級碗 Super Bowl， 後者大約只有1億1千萬到1億2700萬觀眾。單單美國市場英語轉播就吸引1678萬觀眾，加上西班牙語平台同其他串流再多900萬，總共超過2580萬人，創下美國男子世界盃電視歷史新高，比2018年決賽上升31%。呢啲數字背後就係真金白銀，廣告商願意為咗呢啲高峰時段付出更高價格。除咗轉播權，贊助商收入亦極其驚人。可口可樂、Adidas、Visa、信用卡等全球品牌，每屆世界盃都投入數億美元。佢哋唔單止買廣告位，更係買全球曝光機會。當美斯或者其他巨星喺世界盃舞台上閃耀，佢哋嘅球衣、鞋款、形象就會即時傳遍世界每個角落。熱度越高，品牌聯想就越強，銷售轉化就越好。假如熱門球隊早早出局，呢啲贊助商嘅曝光價值就會大幅縮水。FIFA 下一次談判轉播權同贊助合約時，就會面對更大壓力。商品銷售同門票收入都同熱度密切相關。球迷買波衫、紀念品、遊戲周邊，唔單止因為支持自己國家，更因為比賽夠刺激，有故事，有偶像。當阿根廷一路殺入決賽，美斯嘅球衣銷量就瘋狂上升。世界盃官方授權商品全球銷售額可以達到數十億美元。門票雖然只係其中一小部分，但主辦國同 FIFA 都可以從中獲利。熱度高，二手市場炒價高，酒店、旅遊、餐飲等相關經濟活動亦會全面爆發。另一個隱形但極大嘅金錢來源就係博彩產業。世界盃期間，全球合法同非法投注金額高達數千億美元。熱門對決、巨星表現、戲劇性逆轉，會大大增加投注興趣同金額。假如比賽沉悶，熱門隊早就被淘汰，投注額就會明顯下降。FIFA 雖然表面同博彩保持距離，但實際上賽事熱度越高，整個生態系統就會越活躍，間接亦會影響到 FIFA 自身嘅議價能力。熱度仲帶來巨大影響力。世界盃唔單止係體育事件，更係軟實力嘅展示平台。主辦國可以透過世界盃提升國際形象，展示基建、文化同組織能力。2018年俄羅斯同2022年卡塔爾都係明顯例子。成功舉辦一屆高熱度世界盃，可以為國家帶來多年嘅正面宣傳效果。相反，如果賽事缺乏明星同戲劇性，全球關注度下降，政治同經濟回報都會減少。對球員同球會嚟講，熱度亦直接影響個人商業價值。美斯、C朗、拿度呢類巨星，世界盃表現好，唔單止可以贏得金球獎，更可以簽下更高額嘅代言合約。年輕球員喺世界盃爆發，一夜之間身價可以翻幾倍。熱門球隊進入淘汰賽階段，等於俾更多球員展示自己嘅舞台，間接推高歐洲五大聯賽轉會市場嘅活躍度同金額。FIFA 作為管理者，最清楚熱度同金錢之間嘅正向循環。佢哋需要維持賽事嘅全球吸引力，先可以確保下一個周期嘅收入繼續增長。假如巴西、阿根廷、德國、英格蘭呢啲傳統熱門球隊，或者有超級巨星嘅球隊，早早小組賽出局，後面嘅淘汰賽就會失去大量觀眾。想象一下，16強就只剩一堆相對冷門球隊比拼，收視率同討論度會直線下跌，廣告商會覺得唔值得，
轉播商下次會要求減價，贊助商下次投資意欲會降低。呢個連鎖反應會直接威脅 FIFA 嘅整體商業模式，因此維持熱度就成為咗國際足協內部嘅一個戰略性目標。當然呢度唔係話要硬性規定邊隊可以贏冠軍，而係確保賽事期間有足夠嘅故事性，確保有魅力嘅球隊同球員可以走得夠遠，製造連續劇嘅高潮。美斯2022年一路殺入決賽就係完美嘅例子。佢追逐世界盃嘅個人故事，阿根廷國家隊嘅情感連結，南美足球嘅激情，全部疊加起來，創造出極高收視同全球討論度。如果美斯早早出局，呢個故事就講唔到落去，整個賽事熱度會明顯減弱。但同時過度追求熱度亦會帶來風險。如果球迷感覺到比賽結果係被幕後力量操控，信任就會流失。如果比賽因為 VAR 同球例呢啲操控賽果嘅工具而變得保守沉悶，年輕一代觀眾仲會唔會有耐性去睇波呢？ FIFA 高層好明白，熱度係佢哋權力同收入嘅基礎，佢哋必須平衡自身利益同公平競技，同時亦要維持比賽嘅娛樂價值。跟住落嚟，等我哋睇下，如果佢哋真係會操控賽果，具體會係點樣操作？足球表面上係22個球員喺草地上全力拼搏，但背後其實有一套精密嘅運作流程，可以透過規則、修改同高科技工具對賽果進行細微調整。呢個過程唔需要硬性決定邊隊贏得冠軍，但係要確保有故事性、有熱度嘅球隊可以走得夠遠，維持整個賽事嘅吸引力同連續劇高潮。呢個軟性微調主要分3個階段，第一個係規則設計同工具準備，跟住係比賽中嘅選擇性介入，最後係敘事管理。每一個階段都環環相扣，利用手球規則、越位規則、視頻助理、裁判、VAR 等工具，達到既隱蔽又有效嘅操控。第一階段係規則設計同工具準備，呢個階段發生喺大賽開始之前，由國際足協高層同國際足球協會理事會主導。規則唔係一成不變，而係可以逐步修改，令之後嘅執行更有彈性。2019年手球規則嘅大改就係一個典型例子。以前手球主要睇故意與否，球證有較大即時判斷空間，但新規則引入令身體不自然擴大呢個概念，即使球員手臂自然擺動或者保護自己，只要手臂位置令身體佔據更多空間，就可能被視為犯規。呢個改動表面係為咗公平，但實際上製造咗大量灰色地帶。因為高速比賽入面，球員手臂動作瞬息萬變，邊個位置算自然，邊個算不自然，永遠有解釋空間。越位規則亦一樣，引入半自動越位系統 （semi-automated offside） 之後，用12個攝影機加感應器同人工智能劃線，表面上更精準，但實際操作入面仍然需要 VAR 團隊人工驗證。畫邊一個防守球員做參考線，用邊一格畫面做時間點，肢體邊一個部位算越位，係膊頭定手臂，全部都有主觀嘅調整空間。呢啲規則修改唔係突然出現，而係經過多年討論同測試，先逐步推行到世界盃。FIFA 可以透過 IFAB 呢個平台，慢慢將規則改得越來越複雜，越來越依賴科技審核，令之後微調變得更容易。工具準備方面， VAR 係最核心嘅武器。2018年世界盃正式引入之後， VAR 已經由輔助變成幾乎不可或缺嘅一部分。花室設有大量高清攝影機，包括超慢鏡、多角度鏡頭同即時重播系統。FIFA 會提前委派花團隊，包括視頻助理、裁判同技術人員。呢個委派過程本身就有選擇空間，可以選取經驗豐富或者風格傾向某種判罰尺度嘅球證同團隊。同時賽前會進行大量模擬訓練，
讓團隊熟悉新規則嘅解釋標準，表面上係提高一致性，但實際上係建立一套可以靈活運作嘅系統。比賽場地同設備亦會提前準備，球場照明、攝影機位置，甚至通訊系統，都確保 VAR 可以無死角捕捉每一個細微動作。呢個準備階段最重要嘅就係建立可被選擇性使用嘅框架。規則同工具本身唔會自動操控賽果，但佢哋提供咗足夠彈性，等到真正比賽時可以按需要介入。第二階段係比賽中選擇性介入，呢個係整個運作流程最關鍵、最技術性嘅部分。比賽進行時，唔係每一個可能犯規都會被拉去審核，而係由 VAR 團隊同主裁判決定邊啲情況需要深入檢查。呢個選擇性就係微調嘅核心。以越位為例，小組賽階段有時會見到熱門球隊攻勢猛烈時，多個邊緣越位被嚴格吹罰。人工智能劃線可以選擇最嚴格嘅參考點，令原本可能有效嘅入球被取消。之後比賽同一球隊又可能得到較寬鬆嘅對待。呢種先嚴後鬆嘅模式可以製造戲劇性，先讓冷門球隊爆冷勝出，增加話題，之後再俾熱門球隊補償式優勢，確保佢哋可以出線或者走得更遠。慢鏡同停格技術令越位判罰變得極其精細，0.幾秒嘅差別就可以決定入球有效與否。手球規則同12碼就更加有力，禁區內手球直接判12碼，等於大約80%嘅機會入球，可以即時改變比分。VAR 團隊可以用慢鏡逐格分析手臂位置，將高速入面嘅輕微觸碰變成明顯犯規。原本波打手，慢鏡睇落去好似手打波，手臂自然張開，變成不自然擴大。呢個過程可以選擇性應用，喺某隊需要追分時，容易吹對方手球；喺另一隊領先時，就可能忽略類似情況。因為規則灰色地帶巨大， VAR 永遠可以話佢哋係按最新規則解釋，事後好難被推翻。12碼之外，自由球同其他停頓情況亦有空間可以操作。VAR 可以追溯審核進攻階段嘅手球，即使入球已經發生咗好耐，都可以追溯取消。呢種追溯能力令比賽結果更加可控。主裁判同 VAR 之間嘅通訊只有一部分會公開，球迷同球隊難以即時知道討論細節。呢個不透明性就進一步增加操作彈性。選擇性介入唔需要每場比賽都做，只係喺關鍵場次、關鍵時刻出手。例如小組賽最後一輪，兩隊形勢微妙時，或者淘汰賽加時階段，比分接近時，一球12碼或者一個越位取消就可以決定出線資格或者晉級。技術上嚟講， VAR 有多機位視差問題，從不同角度睇，同一個動作可能有不同結論。VAR 團隊選擇邊幾個鏡頭重播，用邊個慢鏡速度停喺邊一格，就已經可以影響最終判決。人工智能雖然提供建議，但最終仍然係人為 validate。呢個人機結合模式就俾咗專業人員足夠空間，按整體賽事需要作出調整。第3階段可能係最重要嘅部分，呢個就係敘事管理。敘事管理會貫穿整個大賽，由小組賽一直到決賽，目標唔係控制每一個結果，而係塑造一個吸引人嘅整體故事線。保送有全球人氣、有巨星、有歷史包袱嘅球隊走得更遠，製造連續劇高潮同情感投入。例如，當一隊有超級球星追逐歷史紀錄時，流程會傾向確保佢哋可以過關斬將。進入淘汰賽後期，唔需要每場都大勝，只需要喺關鍵時刻得到足夠優勢，順利出線或者淘汰對手。呢個過程可以分散喺多場比賽，呢場用越位幫手，嗰場用手球12碼，嗰場又用邊緣判罰，整體效果就係球隊一路前進，
故事可以繼續講落去。敘事管理仲包括平衡爆冷賽果嘅影響，適度容許冷門出現，可以增加刺激同話題性。例如小組賽爆冷勝出，可以成為全球新聞，推高熱度，但之後又會透過規則優勢，俾熱門球隊有機會復活，繼續晉級。呢種可控制嘅混亂，可以令賽事既有驚喜，又獲得預期結果，維持觀眾興趣。整個流程仲會考慮賽程安排、球隊狀態同疲勞程度、後備球員規則、換人次數、補時長短，都可以間接影響比賽走向。VAR 審核時間長短，亦可以影響球隊節奏同球員情緒。當球隊知道判罰傾向某一方時，情緒同戰術都會受影響，進一步放大操控效果。呢個運作流程最巧妙嘅地方就係佢嘅隱蔽性高，所有判罰都可以用按規則辦事，係遵從客觀嘅科技做決定，或者係球證嘅獨立判斷之類嘅藉口嚟解釋。事後即使有爭議，都好難找到直接證據，因為冇人可以證明 VAR 團隊有特定意圖。規則本身嘅複雜性同科技嘅客觀外衣就成為最好掩護。長期嚟講，呢個流程會影響球隊同教練嘅戰術選擇。球員知道手球同越位風險高，就會更保守，避免禁區內任何冒險動作。進攻方就會刻意製造接觸，誘導手球犯規，甚至瞄準手臂嚟射。最佳射手唔再係擅長射門入波，而係擅長射對方後衛嘅手臂。比賽逐漸由開放創造轉向等待對方失誤，或者等 VAR 介入。呢個轉變正正係運作流程所帶來嘅連鎖反應。世界盃背後存在一條清晰又複雜的利益關係鏈，呢條鏈將國際足協高層、背後各種勢力、贊助商、博彩集團、地緣政治玩家、球隊、球員以至全球球迷緊密連接埋一齊。大家表面上各安其位、各司其職，但實際上透過種種操控，形成一個互相依存嘅利益生態系統。呢條利益關係鏈唔係簡單嘅金錢交易，而係權力、影響力、商業回報同長期戰略嘅綜合體。最頂端係 FIFA 高層同管理架構。FIFA 作為世界盃唯一主辦同規則制定者，擁有絕對控制權，包括球證委派、VAR 團隊任命、規則修改等等。高層需要確保每屆世界盃都成功，收入持續增長，組織影響力不斷擴大。佢哋最關注嘅就係賽事嘅整體熱度，因為熱度直接決定電視轉播權、贊助合約同全球商品銷售。當有故事性嘅球隊同巨星走得夠遠， FIFA 就可以喺下一個週期談判獲得更高價錢，維持組織運作同個人職位穩定。高層透過控制關鍵崗位，確保賽事結果大致符合熱度最大化嘅方向，同時又唔會太明顯，令外界難以指責。往下係各種背後勢力，包括大型贊助商同商業夥伴，可口可樂、Adidas、Visa 等全球品牌，每屆投入數億美元，他們需要世界盃提供最大曝光度同正面聯想。假如眾多超級巨星早早出局，佢哋嘅廣告同代言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因此，贊助商雖然唔會直接干預賽事，但會透過合作協議同長期關係，間接傳達希望維持賽事熱度嘅意願。FIFA 亦需要呢啲長期穩定嘅夥伴，雙方會形成默契。FIFA 負責保持賽事吸引力，贊助商則繼續提供巨額資金。博彩產業係另一股重要力量。世界盃期間，全球投注金額高達數千億美元。博彩公司希望比賽有足夠戲劇性同不確定性，但又唔希望完全失控。熱門球隊深入後期階段，可以維持高投注額同話題性。呢個產業雖然同 FIFA 表面保持距離，但透過各種地下網絡同間接合作，實際上構成咗一個利益共同體。微調賽果，令比賽結果更合適，又充滿故事性，可以避免大冷門摧毀博彩市場。
同時又保留足夠爆冷增加刺激。地緣政治、玩家同主辦國亦係重要一環。世界盃主辦權本身就係巨大政治資產。俄羅斯同卡塔爾舉辦世界盃就係希望透過賽事提升國際形象，展示軟實力同吸引投資。某些國家或者政治勢力可能希望特定球隊有好表現，借此增加民族自豪感或者地區影響力。FIFA 高層同呢啲玩家之間存在長期互惠關係，主辦國提供資金同支持， FIFA 則確保賽事順利同有足夠關注度。呢種關係雖然複雜，但最終都服務於同一個目標，維持世界盃作為全球焦點嘅地位。球隊同球員層面處於利益鏈中下游，但一樣重要。有巨星同歷史包袱嘅球隊，例如阿根廷同美斯，代表巨大商業價值同情感價值。球隊管理層、球員經紀同國家足協都清楚世界盃係球員生涯高峰同商業爆發機會。晉身淘汰賽可以大幅提升球員身價、代言合約同國家形象。雖然大部分球隊同球員唔會直接參與任何微調，但佢哋客觀上係受益者或受害者。佢哋嘅表現同故事成為整個利益鏈運轉嘅材料。球迷雖然係最終消費者，但亦係利益鏈重要一環。球迷投入時間、情感同金錢，購買門票、球衣同轉播服務。當賽事有連續故事、高潮同偶像時，球迷參與度最高，間接支持咗整個商業模式。 FIFA 需要球迷持續熱情，先可以維持收入同合法性。因此，利益鏈最終都要服務球迷嘅娛樂需求。雖然有時係透過精心塑造嘅方式，呢條利益關係鏈最巧妙嘅地方就係形成咗閉環。 FIFA 高層透過規則同 VAR 操控賽果，維持熱度，帶來更高收入。收入又可以用嚟鞏固權力同滿足各方利益。贊助商獲得曝光，博彩業維持市場，政治家得到影響力，球星獲得舞台同商業機會，球迷得到情感滿足，大家各自獲利，同時又互相依賴。假如熱度下降，呢條鏈就會斷裂，收入減少，贊助商卻步，影響力縮減，球星吸引力下降，最終損害整個生態。但呢種微妙嘅平衡似乎已經被越嚟越猖獗嘅操控所打破。今屆世界盃 FIFA 進一步加大 VAR 嘅覆蓋範圍，佢哋似乎完全睇唔到頻繁造假已經帶嚟巨大嘅傷害，包括球迷失去對比賽公平性嘅信任，特定球例同科技介入，直接導致比賽變得保守沉悶。呢啲嘢已經直接損害緊足球嘅根基，只係等緊最後一根稻草。雖然最後一根稻草可能仲要等10年8年，甚至更耐，但可以預期新一代將會唾棄呢種既沉悶又缺乏誠信嘅足球比賽，更加會唾棄既獨裁又黑箱作業嘅國際足協。今日就講到呢度，多謝收聽。最後當然要記得唔好按讚，唔好留言，更加唔好訂閱。下次見啦！如果有下次嘅話。